去等到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犹原无影无迹。我不敢想，若无你甘的生活，安怎度我的他们歌手唱歌的哦，在那个16号哦。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痛。各位嘉宾、贵宾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来到我们现场的朋友，请大家入席就坐，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所有的节目了。请大家入席就坐，请大家入席就坐，谢谢大家。Please be seated。为着你，今仔日要来找我，对早起等到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犹原无影无迹。我不敢想，若无你甘的生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忍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痛。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庆赞中原。节目开始，欢迎 Samurai。机会在那台等着，甚至装订了什么冷笑着，定价谁的理由如何？只敢和我背上我的轻巧了得，却奈何途中去觅一个江湖难测，谁是强者？谁在一统武林的资格？生命。
出手，我们能够。欢迎节目主持浩浩、陈建斌、李佩芬，大家下午好。大家好。大家好。午安。歌台开始了。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不是啊清醒，不是精彩。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规工业车无够拍，业事无够大，业菜煮了无好食，业无想歹看，使着好食惊人头，大厝歹摒扫，食到伤好，惊血压高，水某会人走。人生短短，无亲像咧佚佗，有时啊烦恼。问我到老，白带有啥法宝？其实无偏颇，有说欢喜就好。来，我们一起来拍拍手。人生海海，甲需要拢了解，不是啊清醒。不是精彩，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规工业车无够拍，业厝无够大，业菜煮了无好食，业无想歹看。使着好食惊人头，大厝歹摒扫，食到伤好，惊血压高，水某会咧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咧佚佗。起来唱歌，健康又快乐。这是我们节目的 slogan。大家好，现场和线上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欢喜来唱歌中元节特辑。是的，哇，今天看到了这么热闹的场面呢，还有呢一桌一桌丰盛的美食，我真的很开心。你开心是因为美食刚才阿伯起来了，美食。把都看到哇盘了，大字幕麻烦。你这个要随机应变呐！哦，哎呀，我今天真的很开心，看到一桌一桌的还没有上菜，从后台就热香喷喷、热腾腾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报告各位，我们的大厨刚刚在开 gas 而已，要来了，要上了，要上了。OK， 大家忍一忍哈。OK， 好。好，那么当然了，这个你这么开心哈，当然是我们的节目准备的很丰富。That's right， 今天呢，大家不仅仅是要来听歌、看表演，待会儿呢，我们每位家也要上。哎，他们在等我们的 Q 啦。啊，你欢喜就好，不要手较短哦，因为较定价了。上菜呀！所以我们要上菜之前，也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服务同仁，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啦。所以今天我们呢有看节目、看表演、吃吃喝喝、听唱歌，一边聊，然后也让大家呢熟悉一下这种假斗的文化。是的，因为今天是欢喜来唱歌庆中元的特辑为了配合中元节，我们特别把这个新加坡传统的这个假斗的文化呢，跟歌台文化一起带进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所以菜不用上的啊，因为我们要假斗啊，大概假斗定留后料嘛，假斗嘛，对吧？哈。平时我们看到的歌台，大多是呢都在我们的邻里或者在我们庙宇附近，或者是呢我们中年会的庆祝现场。今天我们把歌台搬进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让大家呢在这么舒服的环境里面呢，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欣赏好歌。是啊，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一种尝试，不仅仅呢是一场演出，也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跟不同族群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今天呢轻松的节目，更加的了解新加坡独特的中元节的庆祝方式。是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大会贵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东北区市长马延庆先生，欢迎。That's right. This applause is to warmly welcome our guest of honor this afternoon, 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inistry of Transport, Mayor, North East District, Mr. Bae Yam Kay. 当然也要欢迎我们的主人家啊，也就是欢迎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我们的总裁陈子宇先生，欢迎总裁。陈总好。哇，每一个都是帅，每一个都是漂亮哈。说到中元节，很多人呢就会想到呢我们农历的7月。那么中元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由来呢？有没有人知道啊？我知道。哎呦，搞咯！7月就是呢这个1月到12月的中间，所以叫做中元节。这样简单？讲了有好不？请好，请拍破。这样简单咩？你当台下是幼稚园了。这样解释就可以凹得过去啊！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了，不懂就不要乱讲哦。在传统道教文化当中，农历7月被称为中元节，民间相信在农历7月仙人会回到人间，所以大家要准备贡品祭拜先辈呀，表达对先人的怀念跟感恩。你讲仙人回到人间，我看到后面的 LED， 通通回来了。呀，最近该来的都来。最近不是有一个地区有4个国会议员的照片，前面摆满了贡品，居民在那边拜，这个是啼笑皆非不过还好我们的国会议员都很大量，他们都一笑置之啊。但是我们不会，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海报的牌阵，你看，一看就知道这位是大士爷，一看就知道这位是好兄弟旁边有很多小鬼啊。是的。哎呀，袂记得等啊，袂等啦把路在吹起啊，你要这点，你又刚好在中间哦。
哇，有你助阵这样哦，镇住大家。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而且呢，在这个佛教的文化当中呢，农历7月15啊，也与我们的盂兰盆节有关系啊。大家可能呢，多多少少也有听过呢，木莲救母啊的这个故事。是的，所以我们中元节呢，除了要祭祖缅怀我们的先人，也要呢提醒我们要孝顺父母，珍惜家人，并且呢多做好事，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是，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听啊。不用说，听完再吃呀。你们要吃，我们才可以准点结束哦，快点吃。OK， 没错，中元节呢，不是只是大家说的7月不要做这个7月卖做对了，袂使受水啦，人叫你的名袂使滑头啦，啊，袂使这个袂迄个啦，袂使穿乌衫啦，袂使穿白衫啦，袂使穿个红公公啦，袂使啊。暗暝的时阵袂使拍衫裤出去啦。其实除了很多不可以，还有很多的可以的。其实它的背后包含了孝道、感恩、布施、跟行善的意义。真的，那随着呢我们时间的发展，新加坡的中元节庆祝也形成了很有本地的特色的文化。各个中元会呢，除了祭拜板斗，那也会举行呢慈善的活动，并且呢邀请很多著名的艺人登台演出。是的，那这就是大家呢非常熟悉的歌台文化。歌台啊！当然，歌台呢有华语歌、有福建歌、有粤语歌，有时候呢还要听到马来歌，还有印度歌，还有英语歌曲，充分展现了我们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色。无论这个从前到现在，歌台怎么变化，最重要的是精神没有变啊，就是把欢乐带给大家，让社区居民聚在一起啊，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就请今天呢，到场的朋友暂时放下呢工作上的烦恼，暂时放下带孩子、带孙子上的这个压力，轻轻松松的吃，开开心心的听歌，让我们来助兴啊，带给欢乐送给你们。是的，当然我们也要欢迎呢正在通过我们网络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已经线上直播喽。是，无论您现在呢是在新加坡，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的地方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留言区跟我们打打招呼，帮我们like and share。是，也把今天的节目呢直播分享出去啊，邀请他们一起上线，感受我们中原板斗跟歌台文化的热闹气氛。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星呢，有好多都穿得很 bling bling 啊，对，就是要把我们的歌台的这个服装造型亮丽的这一点呢，呈现给大家。非常歌台的穿着。是的，那第一位呢，我们就是要来欢迎我们的远景师承小邓丽君。是，带来第一首歌《闽江夜曲》，欢迎远景，哇，江江。记得帮我们分享直播视频哦。传家女
梦处处锁。谢谢，感谢您，大家好。那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的华族，跟大家欢聚一堂。大家都是来看歌台的，是吗？是哇，也大家不但是来看歌台，还是来假多，这是歌台的文化。好，那刚才带来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叫做《闽江夜曲》。接着呢，我想为您安排就是在歌台非常受欢迎的福建歌曲。那我带来的是一首邓丽君的福建歌曲组曲。这3首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福建老歌，送给大家，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都如意。谢谢。您好。双手接着我，好不好？我们欢喜一起唱哦。也无看手顶的春风对面吹，17、8花也袂出嫁，想着少年家。我的表弟明白白，请甲人注定，想要望伊也惊歹势，心内单悲悲。浪滚做红丝，应该在心内。你们唱。很棒啊！听，我开门甲看卖，为了抢阮是讲大代，予风骗知。会唱吗？这一首《走北京》。是幸好是不幸，愿意来走上，冤冤冤冤魂归情。何必抱不平？一个话讲全无听，铃声也铃声，铃乱世情多演变，铃声我走北京。谢谢。哇，华丽登场，远景小姐。哇，是远景今天为了我歌们的台嘛，一定要有歌台的元素。是的，为了我们的庆赞中原哈隆重登场，非常感谢你对我谢谢们的舞台的尊敬。对对是对是，一定要尊敬。这已经是谢谢演唱会规格的一个服饰了。这一套该不会是您在演唱会穿的衣服吧？啊，有
有在演唱会穿过，哇，谢谢。也是有登过 Esplanade 的大舞台。哇，为什么会穿这样呢？因为歌台赶歌台的时候，一晚赶个7、8场，是对，没有时间去厕所。哦，这个跟所以他只要急的时候走到一个阴暗角落，他处理了就继续赶台。就地解决不啊！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位哥哥啊，你有看到那个是透明的吗？没有办法怎么处理耶，而且这是那个透明的，对，那个应该是以前勾炸阿公跟阿妈在养鸡的时候，比较像，对比较像。不是他们说这个是好像那个就是你晚餐吃不掉，剩下那个菜那个盖那个菜年夜饭的时候，除夕夜所以你看，那个是多功能的一服装。服多用嘞，也很像我当兵的时候那个蚊帐一样。人家这个量身定制的，对不对？海外的这个裁缝师老师帮他对对对量身定制的，哦，你公家一个给他放杯啦，一个给他卫生间，我没想到这个裙子还是多功能的。哎真的，对真的啊而且漂亮我们也没有想到你还会顺着我们的话继续讲。好来，，这是我们的漂亮远景，谢谢袁姐，谢谢。啊，吃饭啦，吃饭啦，吃饭啦！哇，今天的掌声如雷啊！谢谢大家。哎，小心啊！哎，谢谢小心大家小心。对，这种衣哈，你要看，如果他穿这样，今天只有1台啊。如果他没有穿这么蓬蓬的哈，今天可能就是4、5台，因为要跑歌台。好，穿这样跑歌台不方便。是。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一位不得了了，在我们的这个马来朋友当中啊，哇，也是佼佼者的一位。是，今天他也是穿了一件蓬裙，跟远景一样蓬的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Miss Yati。 Let's welcome Yati。哎，扶一下。我可以啊，但你我可以带掉。应该她大概怀孕有7、8个月。 Thank you so much. Yati，大家你越来越美了。 Alam, 哎 Meha. May. Terima kasih. Bukan gemuk ah. 打个么，打个么，打个么。 Are you Koko? pregnant? No, No. ก็tak boleh lah. Factory close 了นั่นแหละ Hello，Are you pregnant？不是问他，是问我，OK？我比他还有希望，OK？大哥， Tak ada lah. 你是不是 No pregnant. 你是不是因为大巴肚来唱歌台呀？是因为她已經5年這樣了。啊，伊甲我無相像誒，伊毋是 I 大 know, I 伊 know 伊甲我相像，伊毋是大巴肚，伊是巴肚大。 Pato I know stomach. Yeah。 What is big lah? Yeah. Big stomach ah. Big stomach. Very good leh ko. Singapore food very nice, so we keep on eating oh. Correct or not? Yeah. 所以 I also eating leh, but why my food don't know go where? Hey, Mei. Don't forget when you see me 30 years ago, I was like you. Oh. So you remember? BA time, I also slim like you. So Mei. next time I will also be like you. very fast.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Never mind lah. Can lah. If you Can. never jaga, you be with me lah. 新 You 加 eat 坡 more. 华族文化中心 you must cakap Chinese。大家下午好，我是亚迪，我的中文名字叫美丽。哇，美丽耶！可以吧？该不会也請問你哪裡美麗？我的美丽，心里美。哇，心里美啦，漂亮哦，对呀，有备而来哦，你是可以不要听。该不会也第一次姓曾吧？啊，姓郑啊吧？真美丽哎，Your surname is Cheng，來，啊，行，真美麗。真美丽。 very pretty。哦，真的嘛，真啦。啊，Go 其 go 實 go！ I heard 亞弟啊，啊耶他當年是在 BA 啊，人民協會旗下的一個歌手。 ，BA 星啊 Yeah ，yes。那他還有一個班呢，叫 Ravi。買哥哥啦。對，我就把 Ravi 拉出來唱歌，那 Ravi 就把他拉出來唱歌。哦，所以啦這個是啦20年，20 years ago 20 over years since 1996 until now，so 應該 30啊。差不多20-30年了。所以我跟他有一段淵源了。是你也是 Thank you，有这个慧眼啦 Yeah，你看，所以你看他一路都唱到现在。大哥，你跟很多女人都很有渊源。啊，对不起，大哥是有一个大爱，他觉得哎，这个这里是 talent
华族文化中了心，解了解，不要大家逼他讲话要有华是文文化。忘记了，突然间心里面的话蹦出来。 OK， Okay. Yeah. I believe you are pretty，美 Thank 丽 you。so much. Ya, Kau, ni also very handsome. Apa lu Saya nak, menyanyi? okay. Kata sini ada Malay friends come and join us. Yeah, I'm going to sing a Malay song for all of you. Yes, this song called Bossa Nova. Bossa Nova. Okay, Wow. you No just sing problem. along and clap along. It's a very nice Wow, dancing song. sounds very high class. Eh, Bossa Nova。 Bossa Nova. 掌声鼓励给雅迪。 Thank you. 欢迎我的马来同胞雅迪小姐。 Come on, everybody, let's clap along with me. Come on. Yeah. Isa, Encik Abang menari bossa nova. Awas linggang berbeza dari samba. Wahai sayang, marilah ikut serta larian bossa nova. Come on. Wahai kawan, dengarlah rentak bongo. Langkah kanan seperti juga mambo. Wahai tuan, dengarlah ini tempo. Come on, a bossa nova, bukan limbo. Apabila malam menjelma, rembulan menyinari cahaya, pemudi serta pemuda, mari menari bossa nova. Seperti bossa nova, irama sungguh merdu. Mendengarnya hilanglah rasa pilu. Oh marilah, jangan ragu dan malu. Menarilah bersama. Come on everybody, I want to hear you clap. Come on, yeah, this side together. And this side together. Thank you. Sing with me, together with the lyrics behind. Come on. Apabila malam menjelma, rembulan menyinari cahaya. Come on. Pemudi serta pemuda, mari menari bossa nova. Bossa nova, irama sungguh merdu. Mendengarnya hilanglah rasa pilu. Oh, marilah, jangan ragu dan malu. Menarilah bersama. Come on,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Do you enjoy yourself so far? And thank you for dancing along and singing along with me. Thank you. I love you, Black Table. Thank you so much. All right, Momomoha. All right, for my next song, it's already prepared. Want me to sing a Chinese song for all of you here today. And you are all my friends. Everybody, please bring me this Cantonese song called Pang Yao. Xie. Let's do this together, the band. Everybody. If you have your mobile torch, you can do this together, all right, everyone? Come on, let's sing along.
Oh, I love your wave. Thank you. 繁星流動 Come on. 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接待人。Come on. 人生而無朋友而我。難得痴心幾經風暴，為作我不改半步，戰是你。Come on, everybody. Yo yo 晚空，點點星君，息息將軍，你孤單不擊擊我路，帶我解開心中的孤單，是誰明白？And you are my friend, my lovely friends. Thank you. Together, everybody, wave to your friends. Kamu adalah teman saya. Come on, everyone. Thank you so much. 繁星流動，和你。Everybody, yo yo 晚空，點點星君，息息將軍，你孤單不擊擊我路。Come on， 帶我解開心中的孤單，是誰明白我？情能兩心，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不得都不不我。你為了我，我為了你，共赴混混亂夢裏，艱難牽手，一醫生。Everybody, and one more time, everybody. 悠悠晚空，點點星君，息息相關，你孤單不擊擊我路。Come on， 帶我解開心中的孤單。是誰明白我？情能兩手，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不得終不分我。話你為了我，我為了你，共赴混混亂夢裏，艱難牽手。You are my friend, you are my bangya. I love you. You are my teman. Terima kasih Anda.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祝你身体健康，谢谢。Thank you， 杨谢娣，谢谢杨哇娣精彩的演唱，掌聲如雷啊！啊嘎嘎，pelan-pelan啊 Pelan-pelan ha. ，nanti啊！ Saya tolong pelan-pelan ha. Pelan-pelan. 小心小心。 slowly 哇，我 slowly。很像在 deck 卡做工这样。可啊可啊，OK，Thank you 啊谢。谢你妹妹，谢谢。我们早上才测试那个楼梯能不能够承受这个重量。你们不要， Hockey，福气，福气不。要这样。哎，那你为什么换衣服？准备下班了，这么早？
我要唱歌，因为我第一件衣服哈。接下来是由您唱的，对。是是啊下来为什么穿的这么幼稚的衣服？没礼貌。他是大哥，哎，我觉得现在哦，很多我们的这个大哥们啦，对啊，在台上也是可以这样轻松呀，很美很帅啊。既然都这么可爱的，给大家看一下，右边的看一下。哎呦，so cute 嘞。OK， 来，左边的看一下哈。哎，好了，够了哈。他是短视频哦。我们要喊标拍卖的服务。哎，可以哎。7月。有他的味道。OK， 所以大哥，你唱歌台唱几年了？唱歌台？我7、8年出来唱歌台的。骂人呐！这边是华族文化中心。7、8年。哦，19、7、8年。40多。呀，40多年。50年。有接近50了，因为我77、8年是豆哥竞艺嘛。哦。呀，我就拿到第5名。第5名还敢爆出来？通常第5名我们都静带过而已。呀，因为第1到第4名全部不见了，就我这个第5名的活到今天啊。所以有时比赛不要拿太前面。所以你说第5名不要这样讲哦。今天7月他们都有来哦，不是关我的事。都有出来逛街哦，好好讲话。好了。所以你从豆哥竞艺，然后就是马上就加入到歌坛。不是我豆哥竞艺就有人认识我了，就东尼唱片公司就找我录唱片。斗料了。然后最重要是7、8年7月的时候，就唐虎叔叔啊。唐虎啊，斗料。他就。sorry。伊是行了。OK，sorry。公司才是斗料。斗料。人是行了。哦，然后他是台主嘛，他就叫我出来唱歌台，我说我唱多少钱？他说40，那时候我40块一台。算多吗？啊？算大牌的歌星吗？我不知道40块，总之就是一个起步了。呀，一个起步40块，唱到现在一台4000。没有，第2年我就跳80了。哦，哇，起价了。然后第3年我就跳120。哇！第4年就150。哇！第5年就180。哇！然后就停在那边。他不是继续上去哦。哎，那个年代、那个时代，这个价格、这个价码哦，是算是呢非常大咖的艺人，因为价码要配合身高来起价。那现在多少钱我就不便讲了，因为台下不知道有没有所得税的人。哎，所得税市长保丢了这帮一刀对不？哎，所得我相信你了哈，该报的都有报了。我跟你讲啊，不报不可能活到现在。不报的是这个，他被调去问话很多次。我跟你讲，若有不报是时辰未到。是他还没有来，我们尽管讲。哎呀，但是有直播。有直播，他没有在看直播，他只看自己的直播而已。不可以不看呐！等一下你们一定要锁定好不好？我们的这个直播台，看我们怎么跟他有这个互动哈，跟搞笑。好，那马上呢就让我们彬哥哈，哎，这个往事慢慢来提哈，慢慢来诉说。先让你把你的好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就是当年歌台经常唱的歌，叫《山南山北走一回》。哇，好听。那我们2个小的合音一下，拜托啊。好的。合音。这种艰难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做好了。嘿嘿，嘿嘿，哎呀 ，Samurai， 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阵阵鸟儿飞呀，鸟儿飞。山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多少辛酸泪呀，辛酸泪。哪怕人儿已憔悴，哪怕心儿已破碎，纵然一去不复回，我要赢得胜利归。
地响起一声雷，山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别问我是谁呀，我是谁？合音。山北走一回，我就是恁老爸，我就是恁老爸。山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你就是阮老爸，你阮老爸。对啦对啦。哪怕人儿已憔悴，哪怕心儿已破碎，纵然一去不复回，我要赢得胜利归。大地响起一声雷，各位朋友，谢谢你们捧场，谢谢你们捧场。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唱，拍手给我鼓掌，要给我鼓掌。谢谢你们来捧场哎。还有尖叫声哦！让我们谢谢极致歌王易先生的演唱。谢谢。哇，大哥，不是你歌台，很厉害耶！这歌台就是这样，有时候是。编歌词开玩笑啊，对对对不要太严肃。随性即兴。刚刚我们舞群的这个花团锦簇，您还满意吗？哎，很好啊，漂亮。这个是 Sky Dancer， 是，所以也给我们 Samurai 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一下。谢谢啦，谢谢啊，多套的美丽的这个服装啊，等等啊，道具啊，等等。我记得我那个年代呢，就是经常唱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哎呀，有一首我是经常唱的，叫做《小李飛刀》啊，我的歌，小李吗？我就是小李，小李飞刀。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小李飛刀》，一起来回忆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广东歌曲。難得一身好本領，情關始終闖不過，柔情蜜意亂揮，刀劍無結果，流水滔滔斬不斷。情絲百結衝不破，刀鋒冷，熱情未冷，心底暗示難過，無情刀永不知錯，無緣分只嘆奈何。不會驚嘆，離別心凄楚，人生幾許失意，何必偏偏選中我，揮刀劍斷盟約，相識大錯。我们华族文化中心的节目呢，就叫欢喜大家长。
所以下来我一句，你们一句，好不好？来啦，無情刀，永不知錯。呀，面對死，不會驚怕道理。人生幾許失意道理。揮刀劍，斷盟約。揮刀劍，斷盟約。相識注定成大錯。热烈掌声加尖叫声一下！謝謝，唱得謝謝。好哇！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哇，这个内但行内是行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躺在沙滩上，呀，我在晒太阳是吧？哎，晒太阳， Vitamin D，自己晒总对比人家推你出去晒好。你每次要把那些不该讲的话在7月讲出来是吧？我跟你讲，哦台上我们是3代人呐、百无禁忌的我是阿公啊，老爸查某囝。啊，总我是老爸，我不是大兄甲小爸哦。哎你是阮老爸啊，阮老爸。哎，伊出道吼，袂输互你吼，哎，伊5岁就出道了， 6岁， 6所岁以我是看浩浩伫新加坡出道啦。哎呦，啊，我是我的老母的巴肚内底就看你出道。对对对，敢有我安尼昂到台湾去。但是大哥哦，真的哎是我们要真的非常感谢你，借这个机会，真的有你们哈，这个所有的前辈们，然后让我们的歌台哈可以呢继续这样传承发扬光大下去。是谢谢你们的贡献。对，虽然我在电视台、电台，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歌台。那请问您一下，你还有什么地方有电的地方你还没有去过？电台你也去，电视台你也去，电影你也去，还有哦，那个电法院我还没有去过，我没有电过头发。还不错哦。好的，那接着下来呢？哎，我们的马来同胞哈，还有我们华文的这些歌曲都有唱到的。哎，印度同胞是不是也要上台跟大家见面哦？是的这一位，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他来到现场哈，他的名字也是很特别的。哎呀哎，我们身上都有他的名字，就叫是 Mike。麦克巴萨，卖巴萨麦巴萨。啊，他是去 supermarket 的，哦，所以他没有去巴萨不是啦，所以他叫卖巴萨。他是名字啦。那我们掌声欢迎麦巴萨 Hello，嘿嘿，嘿大家嘿，看到没有？我刚刚出场就穿这个衣服，这套衣服跟他撞衫了。啊，没有关系。就跟你们好讲，不要有没有看到啊？哎，你会讲华语哦？有没有？啊？有哦。跟你一样衣服，是哦，所以我我以为你也跟我一样。所以我就换掉了。哦哦，而且两个还一起买呢，因为2件比较便宜呀，淘宝哎。 ，discount 有 discount 吗？对啊，买1送1，他这件是有付钱的，我那件是 free 的。好兄弟，欢迎麦克大哥。嗨，麦大哥，你好哎，很惊讶哦，你的华语说的非常的流利。谢谢谢谢，大家好。啊，哎，你要不要先用你的母语啊？母语啊你的 Tamil 先说一下。 ஓகே வந்திருக்கும் வணக்கம் இந்த தேசிய தின நாள் வாழ்த்துக்கள் உங்களுக்காக ஒரு தமிழ் பாடல் அது முடிஞ்சு ஒரு சைனீஸ் பாடல் 跳舞会泡泡。跳舞哦哎，奇怪的，你奇怪讲的时候我自然会摇头。我哎，我都是们讲话你们点头哎。这个就是一定要摇头的吗？是是，一定要摇头。啊，一个就是叫做印度人嘛。哎，他厉害了，他会讲华语，福建也是不？福建会使，哇， tapi 有福建人喎。我醉咯。福建人请拍扑一个。啊，发啦，我去厦福建人门街叫沙罗里来。沙罗利亚啊，你想做学你的福建话啊、华语啊？叫朋友咯，朋友咯，交朋友。交朋友咯。啊我是他華校生，哎，哈，华校生都是跟华校。我柔龍啊，
主动哎啊，伊是好笑声呐啊，好笑声啊，你华笑也好笑啊，乐呢？好好笑。啊，我可以笑。那为什么 ？Why？ 为什么你的父母会把你送就是了，进华我的父母奇怪啊，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全部都是英语的学校，他送我去华校。所以你有到了华校，交到了这个华族的同胞啊，今天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类型的歌曲哈，冥冥中就是有安排啦，对不对？谢谢。哇 ，very nice 好啊！ Thank 那 you。第一首要唱什么歌？第一首印度歌了。印度歌一定要的哈。哦，我们一定要印度歌。第二首福建歌。好哇，太好了。福建歌你们会唱的话，跟我一起唱啊。好嘞。好的，来，印度歌歌名是第一首印度歌是 A R 大。A R 当。哇，对了，对了。A R 当。你厉害哦。我太厉害了。你有没有唱过啊？真的是，等一下我们一起合唱。OK， 没有问题。跟我一起合唱啊！来，掌声鼓励，谢谢。麦，哎，这首歌很 popular 的哈。 Thank you， 连我都有听过这首歌。Enjoy 是一首舞曲，好快节奏的歌曲。谢谢。麦。都跳了。Hey, ata Roma Paria, nampaka pakamale Korea. Adiye, ata Roma Paria, nampaka pakamale Korea. Ada kembaku yaramilla akikilla wande. Hey, ata Roma Paria, nampaka pakamale Korea. Gonna say, Ato Rumbaria. Come on, baby, I can't Korea. Gonna say, Ato Rumbaria. Come on, baby, I can't Korea. அவரும் பூவாக அல்லாம அணைக்க துடிச்சிருக்கு வச்சாரும் போட்டாச்சு 5-6 நாளாச்சு தவிச்சிருக்கு அவரும் பூவாக அல்லாம தவிச்சிருக்கு வச்சாரும் போட்டாச்சு 5-6 நாளாச்சு தவிச்சிருக்கு தவிச்ச மனசுக்கு தண்ணி தர வேணாமா தங்கும் நினப்பில பல்லிக்கிற நீ மாமா மாவுல சாஞ்சிரு சீண்டு அழைச்ச இருமடி மனசு பட்டு குடிச்சுக்க ஹே ஆத்தா ரொமா பாரியா நான் பார்த்தா பார்க்காமலே போறியா நான் போற முன்னாலே நீ வாடி பின்னாலே நாய்க்கர தோட்டத்துக்கு பேசாதே கண்ணாலே என்னாலும் அம்மாடி பாடுற மாட்டத்துக்கு நான் போற முன்னாலே நீ வாடி பின்னாலே நாய்க்கர தோட்டத்துக்கு பேசாதே கண்ணாலே என்னாடி அம்மாடும் பாடுற மாட்டத்துக்கு சிறுத்துல செல்லறையும் சதறுது செவந்த முகம் கண்டு என் மனசும் பதறுது பவல பாயில தெரிகிற அழகே பார்த்ததுதே மனசு பட்டு குடிச்சுக்கு ஆத்தா வாத்தோரமா பாரியா பார்த்தா பார்க்காமலே போறியா அடியே ஆத்தா வாத்தோரமா பாரியா பார்த்தா பார்க்காமலே
Thank you， Roman Terima kasih， 谢谢，感谢。接下来一首福建歌曲，希望你们懂这首了。如果你们会唱这首一起跟我唱。九国英雄，会使无？会使无？感谢。全体艺人出场，我们要恭请我们的大会贵宾马英信政务部长，还有我们的总裁上台，我们拍一张全体照。对我们所有的艺人们哈，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呀，跟我们的总裁、我们的大会主宾马英信先生、我们市长、我们郑部长来跟大家一起合照。其实在这里呢，必须说我们马英信先生哦，对我们新加坡的很多的文化，包括了歌台文化，也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谢谢，谢谢。哎 ，hello hello， 嗨，谢谢你们。哇，今天有来自 MCCY 的代表，谢谢你们。那我们要怎么卖呢？好的，来，让我们捕捉一下好这个历史性的画面。我们大哥到了哈，我们王雷大哥，等一下他也要为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还有 Sam 也在我们这边。好，请看镜头，谢谢，
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谢谢交流，来跟大家互动，来为大家唱歌。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总裁，谢谢谢你们，谢谢。好的，那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艺人，非常的感谢。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的非常紧凑。那接着下来，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群体。是的，也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了 Samurai 他们精彩的 Showtime 的演出。是，他们这个到处表演呢。哎，对。马来西亚当然是他们经常去演出，新加坡、印尼、泰国是都很受欢迎。对，不仅仅呢局限于歌台哈，很多的一些商演啦，很多的一些活动啦、演唱会啦，他们呢也是呢被指定的一组能歌善舞的团队。是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Showtime by Samurai。 Samurai。会舞狮，会。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巍巍传奇上庭藏呀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白云片片天苍苍呀喂呀喂，我站在高岗上远处啊，那一片的火海茫茫。你站在高岗上向下望，是谁在对你声唱？那路啊，咿呀那路啊，那路啊，咿呀那路啊，一起唱好不好？可吗？一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天上的星是爱人的心，我要去追寻。相爱的手要拉得紧，不变的去向是日升，天人的心是天上的星，陪伴笑不停。那路啊，咿呀那路啊，那路啊，咿呀那路啊，嘿 ，come on！一起来 ，come on！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巍巍传奇上庭藏呀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我的相爱在高岗，在高岗，一起来 come on！ Hey yeah, come on! Hey yeah! 在高岗 come on! 一起来！人在在在在，人在在在，人在在，人在在在在，人在在在。哇，魅力四射啊！谢谢，最棒的掌声有没有我们热情的新加坡的朋友？最棒的掌声，1、2、3。Come on！啊，哎，这个很爽了，我们再来更爽的，可以吗？对，我们开心一点，再来个发财的掌声，好不好？要那个狼叫声呢？哦，还有狼好叫声，像刚才那个金光出来啊，这样的可以吗？来，我们算帅吗？ 1、2、3 ，Come on！ 好的，大家，嘿啊，on 啊！哇，感谢你们，谢谢。那么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Samurai 武士。那今天呢，很开心能够来到新加坡，跟我们在场这么热情的朋友见面。那么你们的掌声就是给我们的维他命，我们的力量。掌声再次听听，可以吗？
谢谢你们，谢谢。感谢我们的理事会，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还有我们的老板非常帅的张雄，谢谢你们的安排，谢谢。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首呢，跟大家刚才配合大家的动作有关系的一首歌哈。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会唱的4个字，对吗？啊，对。懂什么歌吗？不懂啊，等下音乐来你们就懂了。老师是配合老师吗？对，老师 music， 谢谢。啊，这首歌你们 automatic 会掌声的咯，我觉得也会唱哦，对不对？会唱会跳的朋友不用客气哈，因为这个时候好应该吃到有吃到7分饱的，对不对？还是5分饱啊？一起唱，一起跳，也塞吗 ？Come on， 掌声响起，请给你们！耶！哇，这边人很劲啊 ！Come on， 哇，好棒 ！Come on！ 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与等待，我还拥有你们的爱。Come on！ 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合唱，来一起跳舞，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一起唱，可以吗？掌声响起来，我心跟你来。这边朋友，你的爱将与我同在。那边的朋友 ，Come on！ 掌声响起来，我心跟你来，歌声交换你我的爱。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不要停，好不好？我们先有嘞，一起唱可以吗？等下再吃 ，OK？Come on， 一起来唱唱，耶，唱唱 ，Dancing all night，Dancing all night，Hey dancing all night，Dancing all night，Come on！ 站在这，还有 ，Come on！ 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与等待，我还拥有你的爱。一起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合唱，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准备好了没有？一起来掌声哇！大声 ，Come on， 一起来！掌声！再来！Very good， 再来 ，Come on！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你们的很棒，耶！掌声响起来，我心跟你来，歌声交换你我的爱。最后的掌声，呼喊声，1、2、3，准备好了没有？慢慢唱好不好？掌声响起来，我心跟你来，你的爱将与我同在。一起唱。掌声响起来，我心跟你来，歌声交换你我的爱，歌声交换你我的爱。谢谢。谢谢你们，爱你们了，拜拜！谢谢你们，感恩，谢谢。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神木瑞，气势，气势，谢谢 Samurai，谢谢，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他们，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跟鼓励。
哇，人家说吃饭皇帝大哈，但是大家呢、还是放下您手中的武器，给我们拍拍手哦，非常感谢。看得出大家是真非常的 enjoy。是的，让大家感受到农历7月歌台哇的感觉。是的啊，说到我们的这个农历7月歌台啊，我们当然也有非常多呢有趣的这个故事呢要跟大家分享。那常常我们都会被记者问到啦，哎，有没有遇过灵异事件？哎，有没有？有灵异事我要件，分享。歌台7月的时候，千万不能乱讲话。真的啊，以前我们有一些歌手啊，不要讲他名字哈，在台上乱讲话，结果掉下来，从台上掉下来，一起去得罪掉哈。就感觉到有人推他，哎呀，他就掉下来，不是一个哦，2个。我也有略听到一些前辈哦，他们就可能呢在拜拜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啦，就公，哎呀，这刀有真吵这个逼，然后结果呢，他好像就一直头晕，然后就一直吐这样子。对，而且他还拿着香水出来喷。对啊，所以就可能有冒犯到了，可以冒犯到，然后整个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出道的时候，歌台的音响啊。不是很好呀，每一次呢，我都形容说，哎，这个音响好像在煎鱼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得唱啊。哎，那个时候音响真的非常简陋了。对呀，而且如果你去批评音响老师呀，他会问候您的这个祖宗们，所以老师们都是高高在上。所以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当然也对老师们很尊敬啦，但是得罪老师，一般老师会帮你升3个 key 哦。对，老师现在的修养也比较好一点。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乐队老师就不会了。他们是我们呢首屈一指的大乐队啊，所以我们也给老师掌声鼓励。旅者大乐队，旅者大乐队在新加坡至少我看也有50年的历史，有没有？谢谢。哇，以前我们唱歌台啊，新加坡在70年代啊，很多地方啊比较乌噜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嘛哈。我记得我去一个叫什么无线电卡，捌听无？无线电卡，他知道。哇，从啊，哪里？哦 ，UD 啊，UD 很深入的，进去里面，哇，台下坐的全部是差安公的，这么大哥呀，而且我们在唱歌哦，他在咬着鸡腿，甘蔗，然后他咬一口。他叫你也咬一口，一个跟你讲，兄弟，来，加鸡腿，咬一口完了之后，咬一口完了之后还怕你噎到了，来喝一口，哇，这个常见。所以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叫天不应，你也跑不跳。所以他叫你吃鸡腿，你就吃鸡腿；叫你喝一杯酒，你就喝一杯酒。但他们也没有恶意啦，呀，没有恶意，因为他的文化是这样。是，就当你是 brother 这样。我还曾经唱过，我很小就唱歌台了嘛，我大概6岁就唱歌台，所以我们这边唱歌。我现在26岁了，没有了，看起来好像12岁。越来越瘦，这样有没有？不会多，脚不会多。我在这里唱哦，哇，那边在打架嘞，那个玻璃杯有没有飞来飞去？然后等一下就看到哇，地上有那个红红的东西，叮，所以相当的一些难忘的一些事情。现在没有了。对，歌台也真的很特别，有一些歌手唱一唱，歌台唱一唱，跑台了，跑掉了，下一个歌手，哎。麦克风不见了，他带着麦克风跑台，他带着走，哇！因为他跑嘛，就这样走，然后连麦克风都带回家了。以前我也试过哦，要开台了7点哦，那个打鼓的，发现那鼓槌没有带来，不要乱跑，鼓槌你两支腿不下来啊。那以前哈，这个歌台的时候都是那些木板，对不对？都是那种大戏演大戏的木板，有一些歌星呢穿长裙穿一穿。他唱一歌唱一唱呢，突然间忘记了，他走到这一边来的时候，他的高跟鞋还在原地。这个还没什么吧？那个木板有一些囡仔哦，很坏蛋的嘞。那个木板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嘛，他们就在木板下面涂什么？涂什么？涂那绿豆啊，这红豆要捉弄这些歌星们。呀，对。而且呢，我们经常唱歌呀，以前唱歌哈。是没有排时间的，就是先到先唱啊，是对呀，所以
有时候我们赶到那一台，哎，有6个歌星在，哎呦我们没有办法等就跑。是那所以呢，我们最怕是遇到明珠姐妹的妈妈。你可以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吗？连名带姓把人家讲出来。哎呀，因为妈妈哈很是比较现在气悍一点。对她，哎，明珠一到，她妈妈先下车，先冲到舞台上，哎，贵郎贵郎，贵人贵人，贵人贵人，来啊，浩浩配分，啥啥安迪啥？来，我查某囝插者，插姐插姐，插姐就是要插队。他要先插队哦呀，所以我们一看到远远明珠妈妈来，我跑去后面躲，差不多要到我的时候我再出来。所以以前呢都是谁先到谁先唱，没有是像现在的时间都排得准准的，排是得好好的。后来陈志伟开始做歌台的时候，才安排时间。是，现在也比较方便一点，就是大家不用七早八早去日晒雨淋啊等待，所以在是歌台呢，真的哈是非常非常多的故呀，事。因为还没有排时间的时候，哎，我们很可怜了，有时候前一晚就在歌台等呢，啊，有时候因为一定要排第一个，我的7、8台才会顺呢。是，所以就造成呢有一些呢很早半夜就去排队的，对有一些可能半夜去到那边先把衣服挂在那边，人走掉了，对，然后来的说，哎，我的衣服在这边，我纱挂一直到了，我醒来了，对我醒来了。也是会因为这样啊，会有歌手跟歌手之间难免啦，还是会一些口角啦，或者是发生一些争执啦，是啊等等。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以前的好玩的辛酸的地方。是啊，满满的一些回忆啊。是，那当然歌台一定会这个有喊标文化嘛哈，是这是资金的来源。喊标啊，没有喊标，没有人标东西，明年的歌台就不用做了。哦呀真的也中晚会就没累啊，啊，因为投就要有这个筹备的一些基金啊，好，所以就说到喊标，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意思一次，demonstrate 一样，来 demonstrate 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物品啊？哎，或者你请容我去找一个东西来标，因为打败但是其实喊标是在那个 dinner event， 然后后歌台。昨天我看到一个中原会喊标那些旧钞，有没有？那些旧钞票帆船的钞票，哦，它是这样的哦，哎，这个是吴庆水签名的这张哈，这张是林金山签名的，这张是吴赤道签名的，这张是财政部长李显龙签名，哇，他每一张钞票的财政部长都不一样。来，我们来标一下签名啊，不一样的。今天华族文化中心我们的平安发财水。我们就意思意思啦哈。来，这是华族文化中心的这平安发财水，来，啉了你的人会愈来愈水。对，啉了袂了袂叫水。是的，180块几。哎，来，18块18块。啊，怎18块？啊，你贵啊，18块啊。袂贵袂贵，哎，你会使做啉1礼拜啊，一日啉1喙，通常1礼拜。如果通常看到喊标的，他们不会像我们主持人这样子哦，拿着麦克风这样喊，他们一定会把手握麦克风。来，先开嘴大富贵，来，我头一声，互你金银财宝满大厅，来，头家目睭家己看，爱发财来看标台，这道来，妹妹来，目睭你可以金，愈看愈入心，来。你站。马先生，20块，换啦，20块一声，20块两声，20块，后尾40块，40块，40块，来，马老板，50块，互你趁水趁粗出来，人过啰嗦。70，这是花价的呢，还是有影爱交税的？花价的啦。哦，花价的啦，一千，来，我较悬的，来，啊，确定啊，我请阮的部长甲你签名哦。好。啊，对，部长签名通常会使破万啊，破万元。对，部长签名，这管你寄等于一天啉3喙，保庇你平安大赚钱啊。哦，来，这个是你在疫情之前呢，我们还听到喊标喊到几10万的，现在呢，如果要上万都很难了。是的，有议员签名就有了，部长签名就可以破万。上万都不容易啊。是的，然后既然这样子，所以有很多歌台就没有人做了。我们就真的不要浪费这2罐平安发财水。哎，是。我们就把这2罐平安发财水
发财水送给我们的部长跟我们的总裁啊。哦，是，谢谢。哎，谢谢，感恩。谢谢。通常在歌台，如果拿到平安发财水，主持人会很给宝来。总裁，请坐下来。哎，会跟着神明讲来啦，平安啦，拿啥宽啦，花啦，恭喜对，那就是我们华族文化中心的这个欢喜来唱歌，可以做到2030年。如果做到2030年，大家也要继续的来支持看我们的表演，谢谢大家。好，那这以上呢就是呢一些呢精彩的回顾啦啊，然后跟大家分享。要说的话呢，可以一直说3天3夜。是。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进行这个浓缩版，马上继续让大家来听歌。对，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歌台的服装。是的。啊，也是得到我们的歌台服装奖的。对。让我们欢迎阿 Sam 带来的歌曲《迎接爱的时光》，欢迎于伟伦。哇，谢谢。昂公公啊！呜呼！这就是标准的歌台服装。大家好。当我和你相聚的时候，温馨在心头。看到你那纯情的眼神，就不想分手。爱的光芒闪耀心房，再不会迷惘。有你相伴，不再孤单，人生多灿烂。我要迎接爱的时光，美景要开创。我要迎接爱的岁月，和你相依偎。我要和你紧紧把握一时一刻，爱的甜蜜，爱的时光，充满新希望。在心头，看到你那纯情的眼神，就不想分手。爱的光芒闪耀心房，再不会迷惘。有你相伴，不再孤单，人生多灿烂。我要迎接爱的时光，美景要开创。我要迎接爱的岁月，和你相依偎。我要和你紧紧把握一时一刻，爱的甜蜜，爱的时光，充满新希望。我要迎接爱的时光，美景要开创。我要迎接爱的岁月，和你相依偎。我要和你紧紧把握一时一刻，爱的甜蜜，爱的时光，充满新希望。谢谢我们美丽的 dancer，thank you， 谢谢林凯的掌声。大家好，下午好。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少这么早起床。今天为了这个 show， 我一定要很早起身哦，就准备漂亮的衣服带过来。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这么穿到这样怪怪。这个不是怪啊，在歌台这样叫正常。这样叫正常，可以吗？真的，这个歌台就是要很绚丽的服装。是。当然，现在时代也变了，我们很多年轻歌手也穿比较
casual 一点。是的，是比较简 casual 单的。然后因为我每次所以穿这样的衣服，王雷就讲我，这你每次为什么唱歌就一大包大包？就是这个。他是最认真的。福建讲伊是上歹赚的。我人你看凊彩这人民币100块伊就穿了。伊这个这恤衫诶，台湾泰国做的。泰国定做的。泰国定做的。起码要不错的。800多块。800多块新币。对，你看800多块。呀，他不是一套嘞，他家里多少套？差不多有290多套。哇，你看，他家里5房室2间房放衣服，1间房睡觉。对，他们建斌大哥去过我的家，我的家是差不多整间的这个房间屋子都布满了衣服跟头饰。他是我们歌台上最注重服装的一个歌手，就是吕伟伦。谢谢大家不生气了。他甘愿没有的吃，他也要穿美美。其实讲真的，雨师唱歌台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行业。然后呢，我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非常的开心。无论好像有时唱酬也可能比不了我的衣服，因为我的衣服太贵。你是说我们这里唱酬很低？不是，是说可能在歌台唱的时候，那个唱酬不够买衣服。真的不够了，唱1台绝对，唱3台都不够。衣服真的很难，真的很贵，而且要到外国去买。继续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好的，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接下来带来的是福建歌，对，一首福建歌《红杯刷》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谢谢。一首福建歌送给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 ？Hello， 哇，你们也来了。思念故乡的情歌，唱出满腹的心声。
看。每日若是日头渐渐要落山，心内愈孤单。一首《红杯沙》送给我们所有在场的每位嘉宾朋友，感谢你们可爱的掌声，谢谢斌哥。哎，谢谢伟伦的这个闽南语歌曲。好，紧接着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主持人了啊，是谁？你们猜佩芬还是浩浩？为什么是浩浩呢？为什么不可以佩芬先上的？啊？浩浩比较小啊。哦，没有，今天浩浩哦穿的衣服比较复杂，所以他等一下再上，好不好？我们先请佩芬上来，带来一个主曲《满场飞》和《午夜相吻》，掌声欢迎李佩芬。你看他脚短，他还不出来。香槟酒气满场飞，采光并地光来回，歌乐声响，跳轮把采购围。你这样乱摆，我这样醉，你这样美貌，我这样醉，爵士乐声响，跳轮把采购围。勾肩搭背，进进退退，不也徘徊，爱也徘徊。你这样对我眉眼乱飞，害得我今晚是不得安睡。他们跳算把我也会，跳得比他是更够味。歌乐声响，对对在满场飞。你说。勾肩搭背，进进退退，不也徘徊，爱也徘徊。你这样对我眉眼乱飞，害得我今晚是不得安睡。他们跳三把我也会，跳得比他是更够味。歌乐声响，对对在满场飞。你说。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歌声？哎，你们很厉害哎！情人，爱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吻？多少蝶儿为花死，多少风儿为花生，我却为了爱情人，性命也可以牺牲。大家，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歌声？再来一次，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吻？
本地的创作歌曲哦，《上官流云》。多少蝶儿为花死，多少风儿为黄山，我却为了爱情人，性命也可以牺牲。情人，爱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歌声？SCCC， 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吻？香吻，香吻，香吻，谢谢！哇，这首歌呢，有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配合度呢180%，我们的 dancer 老师们，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们，谢谢大家，还可以吗？这首歌曲用你们的掌声表示。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你们呢支持我们欢喜来唱歌这个呢长寿节目，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下来呢，我们把握时间给您带来呢佩芬的下一首歌曲。伫咱的歌台哈，调调嘛就爱唱福建歌对无？爱唱淡薄哈，这个呢带来吉祥如意。因为哈真侪咱的support 哈啊出类的人哈，咱是做生意的人较侪，所以哈啊暑假听淡薄哈带有一些好寓意的歌曲。所以下一首歌就是叫好势啦，头家啊好势啦，阿干弟好势啦。人生路有偌多，踮伫世间嘛
能量的朋友，希望呢大家呢日子呢都是充满希望 ，OK， 开开心心又一天，轻轻松松又一天，祝您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成功，满面春风，和你大家行路隆重有好。接着下来就欢迎我们的好搭档。 马上呢，由浩浩来接棒，带来这首《梦鬼啊想爱你》，どうぞ。苏里苏里苏里，现场朋友，掌声尖叫声！ 相信无人比我爱你，我爱你，爱你不是一字也两字，我不甘予你孤单一个点向你，我希望会陪伴你身边，但是。 踮在他乡，只有忍耐，只有忍耐，梦过想你。我相信无人比我较爱你。我爱你，爱你不是一字也两字。我无奈心情，就写袂安慰你。我以后会真心照顾你。现在踮在他乡，只有忍耐，只有忍耐。梦过想你。皆様こんばんは。私浩浩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可以下去领钱了，谢谢，不错，这种感觉，大家还满意吗？今天为了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庆赞中原，所以把我家的棉被都搬出来了，所以这个重达5-6公斤重哈。光这个头流看到吗？啊，跟达赖喇嘛借的啊。OK， 那节目的继续，我要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歌曲。哇，相信呢，我们现场的朋友，只要喜欢歌台的朋友，都会听到这一首歌，歌台的国歌啊。哎，这一首歌
如果你们会唱的，待会跟我一起来演唱一下哈。这首歌曲叫做，我讲的歌名，如果你们喜欢，要用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声哦。带来这首福建歌曲《母路》。打扮着妖娇的模样，陪人客摇来摇去。哦，足家步的恁，啊无叫恁唱啊，大家拢摇来摇去。但是开喙的大富贵，那无开喙的，淡薄甲放屁哦，来哦。陪人客摇来摇去，暗暗的霓虹灯闪闪烁烁。哎，这道较细声呢，闪闪烁烁，因我心上美。啊，谁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加甲笑嗨嗨。来来来来跳舞，脚步若是叮当，不管你是啥人，介意拢做明盲。来听一下这边的掌声、尖叫声在哪里？大声了！这边的掌声、尖叫声，全场的掌声、尖叫声，双手借给我。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换音高洗来洗去。这边洗了较大声，这边洗了较细声。请问一个，看高台、看招牌、看高台，就会大发财。恁是甲看水水的，还是晓晓的？半音乐洗来洗去，人客也对阮讲甲暖暖混混，因我是朋友。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加甲笑嗨啪啪。来来来来跳舞，脚步若是叮当，不管你是啥人，总无听当作明盲。人家，你怎么来找我母女哦？若找无我阁有小妹讲妈咪哦，尖叫声。不好意思，他都爱摇摇哎，我这个摇下去就惨了。今天我们是7月歌台，没有关系。平常在华族文化中心，我是不会这样子的。要不然您问总裁对吧？总裁，别忘了你是963的 DJ。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963好 FM。OK， 演什么就要像什么。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唱吗？好了，一起来哦，双手还是要借给我。来哦。谁人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加甲笑嗨嗨。来来来来跳舞，脚步若是叮当，我不管你是啥人，家步啊！哎，大家斗阵来啦！介意吼，来哦，请准备
我不管你是啥人，拢做明白。尖叫声，这边有掌声。最后一定要给总裁一个感觉。谢谢大家，谢谢。哎，今天因为是主题是歌台哈，这是客人所以浩浩的本色就出来了。怎么啦，大哥？我很正经的哈。啊，真的我很正经的嘞。哦，这个不是本来的你吗？不是，才怪。你们真的都以为我这很调是不是？哎呀，我变，因为歌台有讲，啊，台顶若无调，人客坐袂调。哦，哎呦调够对，调够对啦。哦，哎，但是呢，今天我们呢很意外的，哎，怎么了？我们请到直播天王，哇，各位朋友，他是昨天半夜才到达新加坡，从泰国回来哈。是。那么他当年呢还没有直播之前，他也是歌台上的一哥，是从歌台进入电视台，进入电影台，对，真的很了不起。到现在直播天王，真的，他从之前呢，我们歌台的全盛时期，初对1到30，他每一天台数都是最多，每一天都有主持的活动。所以今年他也是一样，初1就出来，然后初4就回了，嗯，不多不少，4台刚刚好。哎，不错。所以因为他过去的历史，所以我们警察局有先给他一封信，怎么样？来华族文化中心要守我们的规矩。明白。所以总裁放心，我们已经有跟他聊过天了，好不好？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可以乱说。今天呢是主办单位邀请，歌迷们他有多少粉丝已经在线上等待了，刷一排爱心进来。OK， 你们也可以找一下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 Center， 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在做直播，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官方脸书这里也可以刷上你们的留言。他一上台，我们不要给他太强烈，怎么为什么？不要让他个人在台上所以我们请了佩芬跟他先合唱，让大家习惯然后我们再上来，好不好？好，带来一首《行罗地歌》，欢迎我们的直播天王王磊。来，喊一声，喊一声。来，65岁，昨天刚刚拿 CPF，1个月政府给我78块。另外你的自由业者对不对？这里的朋友，全场掌声来一遍。想起咱的恋迄当初，有时甜蜜，有时又酸苦，甜蜜那花落。酸苦那冰苦，予人真歹吞落落。时代的因缘真经过。未来做生姻愿来按年补，将今人相人，互相小照顾，互人心好路。相爱的离苦比是行路，彼此像彼卡的我，相爱的难苦比秋年过。永远是共脚步，离婚是一路红雨，咱的情爱无变过。来，喊一下，喊一下。喊什么？给我换。刚才靠不是喊个靠背靠步这样。等一下，我唱歌先，唱歌先。想起咱的恋迄当初，有时甜蜜，有时又酸苦，甜蜜那花落，酸苦那冰苦，予人真歹吞落落。时代的因缘真经过，未来做生姻愿来按年补，将今人相人。
心爱的你可比是行路，比是像彼卡地鼓，心爱的咱可比树年高。永远是共他无。啊，你会是天路红雨，咱的心爱无变。恰恰，Hello，地哥，是啊，哎，先跟我大们讲哥好。你好，你好，我大代表会贵宾，哦，真的很谢谢你。我跟你讲，大会贵宾也好，筹委会也好，我已经10年没有唱歌了，真的谢谢你们，因为没有人敢请我，怕我请我回来这边乱讲粗话。其实，因为他一直在线上做这个直播，对他的声带来讲对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跟很负担。 7年了，呀王雷大当然哥好王雷你好呀，好，越来越帅，好碎哦！一直没有丑过没，输我一点。啊，真的输你一哎，点。王雷也是越来越人模人样。说你等我，你别是鬼啊！他会人模人样，归功于他的假发。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了年纪就不一样，哎，真的，真的。而且我们是直发，直发不是假发。而且你有毛真的很好看。头发，人拿年纪就有啊，头毛怎么拉这边，把边就没拉。啊，对，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我们比较敢接近你。大哥，刚才你讲了一句伤到我的心。哎，什么？王雷要来这边表演，要去警察局做一个 report。那个是比较夸张的讲法。真的啦，真的。其实啊，新加坡华族中心，其实我们以前我们就来过的。哎，有的。还有我们的歌台坐在楼下的。有的。有没有坐在楼下的？非常感谢啦。是。哦，那个时候你就有来。有啦。以为他第一次来很多次了，然后常常都是我们一起搭档。哎，对。那一次也是就最后一次。没有，我来很多次。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听说这几年，哎，直播多少年？8年。7年。 7年，因为我们的华族中心的筹委会说了。哎，对不起，华族文化中心。华族文化中心。对。他刚才有去后台跟我讲。应该没有错。下个月男的主持要换掉一个，换王雷进来主持。不可能啊！我那合当拍到明年了。7年了呀，7年了。听说王雷这7年呐，直播赚的钱呐，可以买下半条 Orchard Road。哇！我还买下登宾尼嘞。买下 Orchard Road。登宾尼对我们歌台有恩呐，马延庆先生对我们歌台有恩呐，对不对？阿叶车嘛，我写到你啊，有，不是他那个我登宾尼那边啊，时常都有节目，全新加坡哪里有？竹龙有吗？没有。无人有吗？没有。真的。你搞。宜顺有没有？宜顺一直出事情就有。哎。你是不想混了是吧？什么都是宜顺啊！你等一下走出去住宜顺的人，简单一个那个吐一口口水。没有，我去到宜顺，哇，宜顺特别好，跟便利不好。对啊，我们主持人讲的话哦，有时有很有诚意讲的都是真的，王雷讲的都是轻讲句就好。其实7年，你们不知道。去年还是7年？7年，你们很多人问我。你还是讲福建话好啊？福建话啦哈。人家讲7年，问我讲，哎，什么你最？威水，威水是什么？色水。哦，色水就是威水啊。色水。人家好像问我，哎，你什么这7年的直播，是不是熊色水？什么？其实是建斌大哥知道我在直播的时候，介绍我去卖榴莲。哦。我从来没有卖过榴莲。哦。结果那个直播30分钟，我卖了6800盒。只有新加坡而已哦，厉害嘞！我赚的第一桶金就是建斌给我，真的，所以我已经决定了，我跟我家里人讲，哎，以后我家里的神主牌要放陈建斌，最10个我打电话给你摆，青果啦、葡萄啦、苹果啦、orange。我真的很后悔介绍那个榴莲给他。担当。哎，真的，他不知道能够卖这么多盒。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所以那个他傻掉。那个榴莲的 supplier 是我朋友。真的。哇，他全马去找榴莲。吓到啊！
不知道可以卖6000多盒。因为你要记住啊，榴莲是今天马上送，今天你要吃，才会好吃因为你隔夜就出水了。对，哇，那个是真的很大的挑战啊。所以隔每一行都是有每一行的一些困难啊，对跟一些挑但是战。后来知道了，哎，就好。 Settle the 后 problem 来还有卖这样多吗？没有，没有，最高纪录6800，就是6800，没有再高。也有很多你的线上媒体谢谢看你直播的粉丝们啊，记得帮我们也在分享呀，谢谢你们哦。哦，有直播哦，有哦有分享。哎，谢谢啊。我老人有一点痴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65岁，没事没事。 65岁，你65岁60个了，看起来像56而已呢。 65岁，60我刚刚还在。我死未惊该跳这点呢。我就是不喜欢跟他站在一起。买啦，我买。我买没有，我前途无量。没有，因为跟建斌以我所知啊，跟建斌站在旁边啊，谁跟他旁边就谁先走。陈金浪走，阿南走，黄文勇走，林立走，刘玲玲啊还没有走，还没有啊，还在。唐虎头先讲唐虎全部在你旁边都走。哎，赶快啊，好啊，红队。哎，百里球嘞。 百里球，百里球锅，你现在的八字比较重，你可以百里球啦，你八字很强啊。希望你在直播继续发挥你的这个直播的光辉。哎，然后不要忘记了歌台，是一定会这个最重要。而且你现在直播做的这么好，时常都在飞啊。其实也要注意安全。我觉得你们说全世界到了雄性最，其实我去到大陆，我觉得啊。 是不是林俊杰、孙燕姿才有那么多人认识？哎，这个我卖鱼的，我去厦门也好，哈尔滨也好，湖北也好，我大家都真的跟我拍照，都认识你。但是真的不输给周杰伦啊！但是你以前直播也是骂过他们呢。有，你也去人家那边，他们喜欢，真的。你讲叫什么？看错。我就是佩服王雷的这个勇气啦，很多我们不敢讲的，他自己噼里啪啦都乱讲。但是我想要送给你4个，我要给我马先生，我65岁了，还不做，真的没有机会做。而且你要等到他这样的时间才来做。我怎么样？我37 ，OK。人家红星大奖得几座？他也是有目标的，他希望拿10座红星大奖。对啊，我还有4座，OK。4座啊 ，OK， 我觉得是拿得到的，我觉得是拿得到的。4座，可以。哎，你赛啦，我跟你讲4座73加4 77，丁人加3 80，水。哇，今天，但是我觉得王雷大哥他一路以来到现在我觉得你真的是我跟我妈妈说，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要送你4个字，什么事？刀枪不入。哇，你真的很棒哎。 怎么会这么厉害？因为在网络一定会被攻击，而且我心里面也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什么事？因为你现在都在外面都在做直播嘛，对，就希望说你一路往直播的路线去，你不要再回来歌台。怎么不要再回来？刚刚建斌叫他不要忘记，你叫他不要回来。因为你没有在歌台你全部的场都是我丢的。没有啦，有人搞没有，我好优秀。其实我没有在外面你们的直播我都有看，真的，尤其你们现在你看。 963、963、972，好像很和谐，后面不和谐。963打972、967打来打去，在这边讲，后面没有讲话了，个人走个人的路。乱讲啊你！该讲的时候还是有讲啦，只是人家要听他的台，我会去按掉，听我的。你不要用你的头脑来想我们。我们好相亲相爱了。其实王雷他是一路走来，我是看着他。 真的，他刚刚出道，谢金石他的老师带他来找我，是我的歌台，他说不可以推他一下，给他上歌台唱。是，然后他一上去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家伙非池中之物啊，总有一天呢会飞黄腾达。是，果然他红起来了，谢谢，在歌台红了，然后到直播，然后你。 不要把所有的钱都赚完 ，OK， 你要留一点给别人 ，OK， 因为一旦赚完就会走了，要积一点阴德 ，OK， 好，你讲我听到了 ，OK， 你死白啰嗦吧。有做好心了，有做好数了啊！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大家一起努力啊！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歌台。来，我们再让王雷大哥唱这首《爱情几存》。再次掌声鼓励王雷大哥。
谢谢你啊，谢谢各位给我机会，谢谢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哎呦，摔买内心，舞蹈还是一样厉害哦。爱情亲像是阵风，来无影去无踪，予我笑容，予我悲伤，予我怨叹在心中，害我种又问来嘴情梦，也是对。陪着伊的形状，是我讲，是我空，是我痴情又倔强。伊是风，心情是爱流浪，要见面就知放中。怎么样？好不好？来个掌声鼓励鼓励一下，谢谢你们啦！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希望今天我们歌台歌手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丝丝的温暖。爱情亲像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予我笑容，予我悲伤，予我怨叹在心中，害我种又问来找情梦，也是对。陪着伊的形状，是我讲，是我空，是我痴情又倔强。伊是风，心情是爱流浪，要见面就知放中。今天也非常感谢王雷播出宝贵的时间。谢谢建斌大哥，谢谢筹委会。也谢谢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对于我们歌台的爱戴的支持的鼓励。更要谢谢所有支持欢喜来唱歌的忠实粉丝们。害我种又问来找情梦，也是对。陪着伊的形状，是我讲，是我空，是我痴情又倔强。伊是风，心情是爱流浪，要见面就知放中。在最欢乐的氛围之下，我们借由掌声再感谢王雷大哥。谢谢天分，谢谢好，谢谢建斌大哥，谢谢所有老朋友，谢谢我们的大卫奔马先生，谢谢，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同样的把祝福送给你。谢谢王雷大哥带来的歌曲。好，你们今天有开心吗？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吗？有开心就好，因为最重要是大家要开心。因为待会儿我还是要呼吁大家来帮我们做一个反馈，反馈很简单，仍然有 ice cream stick， 你们投进箱子就可以了。是的。哦，以下的问题我们会问大家哦，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还是不是？大家的年龄层是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对我们节目的满意度1分到5分，希望通通给我们5分，可以吗？那么配合闪耀四方新加坡电视剧特展，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鼎艺团制作的荧幕回声经典剧集音乐会。就在9月26号下午3点以及晚间7点半，这次特别以华乐室内乐演绎，并配以怀旧视听的素材，呈现多部具代表性
且常青的电视剧主题曲。是的，音乐会呢也汇集了《雾锁南洋》、《咖啡屋》以及《早安老师》等经典的曲目，更包括了近年的热播剧《小娘惹》、《过江新娘》的温习，还有的主题曲。荧幕回声邀请公众呢前来观看，还特别邀请了在1989年经典剧集《早安老师》当中饰演开朗活泼老师的特别嘉宾，那就是爱友友老师陈丽萍，携手呢重温不朽的金曲，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我们下一场的演出在9月23号星期三中午12点半和下午4点。那么今天开始可以买9月跟10月场的票喽，谢谢你们的支持。是的，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来和大家来大合唱。我们准备了这一首歌曲，我们现场跟线上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唱这首歌曲，曲名叫做《爱表嫁的呀》。我们这次也要非常的感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这个大众化的价位来给我们反斗哈，谢谢你们，希望大家珍惜，也感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时时，一免怨恨，一时路，别免难行。哪人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游走人。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无浪，会使去，你袂使落。谢谢 Samurai。一时时，一免怨恨，一时路，行免胆寒。哪人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游走人。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无浪会使起，袂使落。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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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爱照天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一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爱拼才赢，送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所有观众朋友，也祝福大家在生活上在感情上事事顺心，事事顺利。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票，谢谢你们的到来。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无浪，会使起，袂使落。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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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爱照天工来行。9月23号见。